一块一块的肉粽架放伫咧顶间，另外一边还佫有更金水泥。其实这拢是用纸做的啦。台南美术馆最近推出新展览，探讨工业转型对台湾生活甲艺术创作的影响。台湾又比较特别，是我们从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，甚至在早一点日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现代化的这个建设。那直到1949年到1970年代左右呢，有一段时间，因为中华民国比较在这个经济上面没有那么富裕，靠了美元。那大概是70年代左右呢，因为外交跟一些本土化或者说在地化的这些思潮开始起来，所以我们才开始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大型的工业建设。那这工业建设也带来了这个我们的地景的环境的改变。那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展览，它的核心比较像是要思考说，现代化的所谓的更高、更快、更便利、那更大、更高这件事情。这场展览延续2020年展出的台湾农村特展。这场泡耳控具里是展出台湾工业化的过程，当中会当看到画家如何使用传统媒材描绘台湾的工业景观，也会当看到艺术家如何将台湾的工业景观转为当代画作的视觉语言。好的艺术品，应该它是承载了一个艺术家在特定的时间、空间、环境中所纠结出来的一个情感的凝聚。那么这个特殊性，也就是它艺术最可贵的地方，是别的艺术家或者其他的时空环境所存在的艺术家他所不能取代的。那么这次的展览，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下铺陈出来。透过展览，将带领参观的民众面对将要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台湾，如何重新思考曾经共同经历的工业进程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